出来及记第31章，去做会幕的师傅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已经对犹大支族竞选予你的孙乌利的囝比色列。我用上帝的神甲伊充满，予伊有智慧、聪明甲知识，熬做逐款的工艺，熬设计图案，用金银铜做物件，搁熬刻要想的宝石，熬用木材刻逐款工艺品。我搁对但支族派阿希撒抹的囝阿何利亚伯甲比色列同工。遐个有智慧的人，我要赐因才能，予因会当做我交代因做的工作，就是会幕、约柜甲约柜顶面的挂，会幕一切的器具，桌甲桌顶的器具，纯金的灯台甲灯台一切的器具，香坛、烧化祭的祭坛甲坛一切的器具，水灯的盆甲盆座，又讲做礼服。就是祭司阿伦甲伊的囝做祭司服侍得穿圣的礼服，以及汤抹的圣油甲圣所得用芳芳的香，因着照我所命令你的去做。遵守安息日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恁一定着守我的安息日。因为这是我甲恁中间世世代代的记号，互恁知我是甲恁分别做成的上主，所以恁着守安息日做恁的圣日。无遵守这日做圣日的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伫这日做工的人，着对人民的中间甲伊除灭。6日着做工，毋过第7日是献互上主圣的安息日。着完全休困，伫安息日做工的，一定着甲伊处死。所以以色列人着守安息日，世世代代遵守安息日做永远的约。这是我甲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。因为上主伫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，第7日就停工休困。上主伫西奈山甲摩西讲话讲煞，就将2块石板交予摩西。这2块石板顶面的界面是上帝亲手写的。